前一個賽日，潘頓騎過一隻迎妙星咧，係人都睇到佢有位唔上而走去4位。而啱啱個禮拜日咧，嗰隻樂勝天下咧，車前倒後專登輸，係人都睇到，大家有咩感覺呢？有好多朋友都會覺得潘頓好奸啊、獨大啊、話晒事咁。當你睇到，我睇到，連企喺投注站啲阿姐都睇到嘅時候，會唔會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呢？一個地區有人作奸犯科，如果多次犯案而冇人拉佢，呢個係管理治安嘅人錯。一間學校如果有一個學生多次犯校規而冇人鬧佢教佢，呢個係老師校長嘅錯。咁一個騎師咧多次拉馬跑假馬專登輸而冇人檢舉佢罰佢，咁又係邊個錯呢？大家覺唔覺得潘頓奸呢？咁我覺得佢就唔算嘅，因為佢咧係有人縱容啊，先可以做咁多次啊。咁我哋作為馬迷咧，應該盡量避開呢啲騎師，唔買佢買第二個，應該係一個好方法嚟嘅。咁大家記住啦。